左定区独特白鹅土种，温育出丰富农产甲多元文化，是台南重要农业重点。2025台南国际双亚节系列活动之一的芒果 baking 甜蜜滋味嘉年华，将会带领民众行入去产地，品味佐店的农业庆历。锁定咱的双亚节，会当讲每一档啊吼，拢有无共款的变化。尤其伫咱的料理的部分啊吼，你拢会感受到伊的用心，而且毋是用心尔，佮加上咱即道有破布子吼，我们咱的布子啦吼，咱的布子会当讲伫咱的即个传统的农村生活，其实是一个足重要。拄好咱即马是咱即个盛产的季节啦吼，所以咱即道嘛有破布子啦吼，会当入菜，而且佮用咱的专业的料理，佮料理会当讲加入咱无共款的食材，所以你会当来到遮食着甜点，佮会当学着好的料理。我相信这是咱做阵农会每一档无共款的变化，咱嘛希望大家爱记哩。当你若到咱即个7月时阵，就一定爱来到咱的做阵。7月节咱的芒果节吼，有做一个芒果烘焙料理吼。迄个10点遐有准备100份哦，要互咱当地来到现场的消费者来品尝所以11点半都有一个芒果那个甜点的料理100份，嘛是要免费来提供到现场的消费者。所以包括遮尔了，阮阁有一个农游就是讲从产地到餐桌阮有由导览人员带出去到产地遐消费者看到衰仔是安怎生产的，安怎采收的，料来是安怎做料理，一连串的规划当日会当互咱消费者来了解咱衰仔的产业。活动名叫做芒果 baking 甜蜜滋味嘉年华，当然主角就是各种西点烘焙食品。主办单位特别邀请中信科大以及进修科大老师前来指导，将指定出产的酸仔变成一道道甜蜜的点心。我们请了饭店的师傅还有老师们一起为这个芒果节来做各式各样的料理，有甜点，像这个芒果奶酪，还有这个芒果云朵杯杯，然后还有咕老肉，还有凉面，还有芒果沙拉，这个全部都是用芒果做食材，非常的天然，非常的棒。那我们也希望帮我们当地的农民做一些行销，那也让芒果它的食用更多元化，更让所有的民众，国内外的民众都知道我们芒果很棒。芒果 baking 甜蜜滋味嘉年华将伫咧7月6号登场。活动当中，除了有酸仔创意料理教学、甜点 DIY、木工艺手作、艺文展演、农游体验等活动丰富。主办单位欢迎各人大众做伙来品尝指定酸仔好滋味。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